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學吧》，又到了來好做料理嘅時間了。你可不可以記到出菜嘞？今天呢，我們要來學的這道菜呢，就是苦瓜風。苦瓜風，我們先來認識食材。苦瓜，苦瓜呢就是副瓜，當然咯，苦瓜你只要把中間的那個。客家話叫做濃，把它去掉之後就會苦苦的。當然呢，苦苦的客家話就是富丟丟哎，富丟丟哎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們要來學第二個，我們要學到單字就是這個胡椒粉。胡椒粉的客家話呢，就是叫做腐椒粉。腐椒粉，待會呢，我要利用它來把我的絞肉稍微做一點提味。像是這個叫苦苦的，就是富丟丟哎，我們就先把它蓋起來了。當然，在等待的時間，我們來學一句客家話，就是叫做加一點胡椒粉叫入味，就是加一些胡椒粉看咪咪，加一些胡椒粉看咪咪。等一下你吃就知道有沒有入味了。今天呢，我做好這苦瓜風，要來請兩位朋友幫我試吃看看。要記得咬到肉，怕你會覺得太苦。很苦嗎？真的嗎？太棒了，我算成功了。既然你怕苦的話，我教你這個形容詞好不好？苦苦的客家話就是富丟丟哎，富丟丟哎，有沒有很可愛？富丟丟哎，對，好像是在某一個什麼呼啦圈這富丟丟哎這樣子。因為客家話其實很多形容詞都是這種疊字這樣子。好，既然你覺得不會很苦，你就把它挑戰吃掉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這個苦瓜風，連怕吃苦瓜的人都覺得還不錯哎，你們自己來試試看看哦。今天呢，我們學到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。來看到第一個詞就是苦苦的，富丟丟哎，富丟丟哎。第二個呢，就是大家常常用到的胡椒粉，腐椒粉，腐椒粉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哦。來看到這句話就是加一點胡椒粉叫入味，加一些的胡椒粉看咪咪，加一些的胡椒粉看咪咪。這樣都有學會了嗎？下一次自己動手做做看吧。下次見了，拜拜。